Hello， 各位觀眾，歡迎大家收睇我哋灣星探問道，我係阿正。咁今期咧就唔同大家去介紹樓盤啊，同大家介紹翻車嘅。咁我太太咧前段時間自己落咗訂買咗台車，然後先同我講啊，咁佢就買咗寶馬呢邊嘅一個汽車嘅。咁隨住呢2年我哋國產嘅一個電車嘅衝擊咧，其實依家好多嘅油車咧已經係降咗好多個價格嚇，包括咗依家有好多嘅政府補貼嘅政策啦。好似依家今期買嘅車咧已經係補貼咗12000蚊嚇，所以講依家買車係非常低嘅。咁我哋買咗呢台車咧，係買咗一個3系嘅325呢個型號嘅。目前咧佢嘅一個價格係20零萬，咁其實上車成本係非常低嘅嚇，3萬零蚊嘅首期，每個月供4000蚊多啲就可以上車到啦，可以講非常輕鬆就可以買到寶馬呢啲咁樣嘅一個車系嚇。咁另外咧嗱，今期主要同大家咧一個咧就係分享翻阿正因為我哋有油車有電車，分享翻大家該點樣去選擇油車同埋電車。咁第二個咧就係講解翻買車嘅流程。第3個咧就係同大家分享我哋驗車嘅一個過程嚇。OK， 咁我哋依家咧先入去到我哋嘅一個展廳嘅位置，同大家去展示下裡面嘅一個環境效果係點樣先。咁因為我太太唔係太識用呢個設備嚇，所以講我哋就由阿正揸翻機。咁如果大家想有了解嘅，都可以聯繫翻我哋嘅。咁嗱，睇翻整個展廳咧，都係非常大氣，包括咗呢邊都有好多展車嘅。咁佢整個展廳咧係有3層樓啊。呢邊呢個就係 Dream Car， 但係暫時未有實力啊。咁然後就有X5啦，X4，呢部車都好型啊。不過我哋暫時未有咁樣嘅實力啊，都可以睇睇。哇，轎跑嘅效果超正。咁整體嚟講啦，我覺得呢邊嘅大廳佢嘅環境咧都唔錯嘅。咁如果大家又想試駕車嘅情況咧，都可以過到嚟呢邊去試試啦。咁定位我哋亦都放喺我哋屏幕嘅一個上方位置，睇埋整個環境效果都係唔錯。OK， 咁我哋依家揾個位置坐低先，然後就同大家去分析翻油車、電車該點選。OK， 咁我哋已經咧係揾咗個地方坐低咗嚇。咁剛先揾到我哋嘅 sales 咧，佢話唔得閒嘅，剛好有客接啊，所以講今期視頻咧由阿正去講解。咁然後咧嗱，我哋依家先比較關心嘅問題，香港客戶究竟要點樣買車嚇？首先，剛先亦都諮詢過，就係香港嘅同胞咧，第一個建議係有居住證先嚟買車，因為你有身份證嘅情況咧係可以買到，但係你上牌嘅時候咧一定係要有居住證嘅，所以講咧建議係先辦咗居住證，然後過嚟買車會比較好少少嚇。咁呢個咧係香港朋友注意嘅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咧，之前亦都有了解過，香港人過嚟大陸買車咧要存款嚇，但係我哋剛先了解到咧，就係話如果喺寶馬買咧，佢係有寶馬金融，即係話可以做到貸款嚇。咁好似我哋咁樣啦，亦都係貸款買車嘅，可以講亦都會幫大家減輕咗部分嘅一個上車嘅成本嚇。每個月去供5年就 OK 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剛先了解到嘅問題。OK， 咁依家咧再同大家分析翻買電車好，但係買油車好啊。咁因為咧我哋依家家庭咧既有電車，亦都有油車嚇，所以講亦都可以俾大家作為嘅參考。咁當時聽我太太話，佢落咗訂買咗台油車，我第一個想法咧就係 OK 喎，買油車 OK 啊，因為我哋已經有電車啦嚇，咁再買電車嘅情況咧，的確就唔係那麼搭配嚇。咁畢竟咧嗱，依家有個一個情況就係依家正用電車，有時去長途啊，例如去到深圳啊、珠海啊、中山呢啲時候去接客戶嘅情況咧，可能會提前1個鐘左右去到，然後再揾充電樁插電，然後再翻嚟，咁樣咧。即係話我哋長時間喺使用嘅情況咧，係會有一個續航方面嘅焦慮嚇。咁平時咧，阿正用車嘅時間亦都會比較多，一日可能會用到100公里左右嚇。所以講咧，買電車係會比較慳錢少少嘅，畢竟充電係好平啊嘛。咁嗱，再講翻油車，好似我太太自己嘅使用情況咧，佢1年先揸車1萬公里多啲，即係平均翻落嚟咧，一日可能係30公里就係上落班嘅。咁如果大家過到嚟肇慶呢邊生活，可能真係住落嚟之後咧，可能去買菜啊，同埋去周邊逛逛、行逛一下，去下端州去食下飯咁樣，其實一日可能都係30、40、50公里嚇。所以講其實呢個咧有啲接近翻我哋平時喺本地上落班嘅一個用車情況嚇。咁樣嘅情況咧，你計翻30公里。
每公里6毫子嘅情況下，都係18蚊就可以搞掂啦。其實呢個成本我覺得唔高㗎。咁關鍵係有時候我哋可能會去旅行係嘛？去旅行嘅情況下，你就冇咗續航嘅焦慮嚇。咁呢個咧其實就係有車同埋電車嘅比較大嘅區別嚇。咁亦都係我哋家庭呢邊嘅一個用車嘅分享嚇。OK， 咁我哋接住落嚟咧，同大家去講翻第二個問題，就係關於喺寶馬呢邊買車整個流程究竟係點樣嘅。咁因為呢個咧就全程係我老婆去自己去買嘅，所以講咧就由佢去講解會比較專業少少。OK， 咁依家第二 part 咧，同大家上到咗2樓個位置，咁然後咧就隔離呢位咧就係李太啦，亦都叫鄧姑娘。Hello， 大家好。咁然後因為買車咧，其實更加都係佢自己去買嚇，咁然後咧就佢嘅流程可能會比較清楚少少嘅。咁我買車嘅話咧，當時就用咗係2日嘅時間嘅。咁其實我買呢台車之前咧，我係有關注翻呢台車嘅一個型號同埋佢嘅一個操控性嘅。咁當然啦，嗰時阿正都講到啦，其實油車咧佢會比較適合我多啲嘅。咁我哋而家買車嘅流程嘅話咧，就係先過嚟睇車，然後安排 sales 同你去試駕。咁試駕之後咧，你覺得冇問題啦，咁我哋就可以傾下細節啊，例如佢嘅一個交訂金。咁交完訂金咧，就同佢可以傾下要送啲咩嘢俾你。咁交完訂金之後咧，佢就會有一個配車信息俾到你嘅。會唔會好似我以前買車咁，即係好似新能源汽車咁樣，俾咗訂之後，然後佢就係全程係喺手機可以睇到佢嘅流程嘅？咁暫時咧就未有新能源車咁先進嘅。咁其實佢嗰個後台個系統咧，即係睇到配車嘅系統咧，就係喺 sales 嗰邊嘅。咁當時我俾咗1萬蚊嘅訂金之後咧，咁就同佢傾好咗所有嘅細節。咁之後佢就開始配車。咁配車嘅話咧，其實佢而家買油車嘅話咧，佢唔會有庫存車嘅存在㗎啦。點解咧？因為佢基本上啲車都會喺港口嗰度運翻嚟。咁佢係先落咗訂，即係確認咗呢個客戶做按揭或者存款都通過咗之後咧，佢先會去配車嘅。咁亦都即係話嗰個生產嘅信息咧係會比較新嘅。咁好似我喺5月5號我哋去買車嗰陣時咧，其實我哋5月7號之前都已經俾咗訂金㗎啦。咁就5月10號嗰個 sales 咧就通知咗我話我台車係5月7號先開始生產嘅。咁所以咧個台車會比較新咯，即係而家啲油車佢就唔會有庫存車嘅嗰個存在啦。咁我哋香港人嘅話咧，剛先都講到啦，咁其實冇咩嘢係需要太麻煩嘅，咁就帶住個身份證、回鄉證同埋嘅居住證過嚟。提前去辦好居住證。係啦。咁其實辦居證之前一證賣樓嘅時候已經講過啦，帶合同啦，或者係帶房產證，直接去到我哋嘅管委會去行政中心呢邊去辦理，其實好方便嘅。咁大概2週左右咧就可以出到嚟嘅。或者如果未辦到居住證嘅情況咧，你先攞住我哋嘅身份證亦都可以買，只不過上牌嘅時候咧就一定要用佢居住證。係啦。咁我哋買車嘅話咧，其實好似係有4部分嘅費用組成嘅。咁一個咧就係發票價啦，即係嗰個車價啦。咁然後第二個咧就係購置稅。咁購置稅嘅話咧，就係我哋個車價發票除以11.3，呢個係固定㗎啦。咁然後咧係啊，因為咧我當時買第一台車嗰陣時咧，就可能俾人坑得比較緊要啦，所以我第2台車嘅話咧，我就相對嚟講會比較謹慎啲嘅。咁然後咧講返正題啦，我哋第3個費用咧就係個保險。咁然後咧第4個咧就係我哋嘅即係買車嘅上牌服務費啦。咁呢啲4個費用咧就一定係固定㗎啦。咁當然啦，自己都劈價劈得相對嚟講都比較緊要嘅。咁當時咧係攞住廣州嘅寶馬嘅報價單嚟同肇慶嗰邊去做翻一個對比嘅。呢個真係有用嘅攻略啊，所以講即係大家咧亦都可以去參照一下啦。即係大家可以貨比貨去對下價，咁都係冇問題。咁點解會選擇翻肇慶嗰邊咧？因為去廣州雖然會平幾千蚊，但係咧喺肇慶買會對於我哋本地人嚟講咧會比較方便啲嘅。咁往後嘅一個保養啊、後續嘅售後啊，都會翻肇慶呢邊咯。咁雖然佢講全國聯保啫，咁但係始終都係肇慶會方便啲嘅。我記得當時我台車咪去廣州去提車嘅，咁來回都要2-3個鐘嘅車程。咁其實
的確嘅，如果係價格差唔多嘅情況咧，建議大家其實都係可以喺肇慶本地呢邊去買車去上牌，都係會比較方便啦。係啦，俾翻個小 tips 大家，如果大家買油車嘅話咧，我哋去劈價嗰陣時咧，就要喺嗰個車身價嗰度劈低佢，即係減價錢嗰陣時要喺車身價，因為佢買保險咧，佢係固定嘅，第一年喺 4S 店買嘅，所以佢呢個價錢基本上就冇得變㗎啦。最主要平落嚟嗰個價錢咧，就係車身價嗰個價錢。咁然後咧就可以同佢傾翻，你可以送啲咩嘢俾我咁樣嘅。因為喺肇慶嗰邊咧，我買咗台寶馬，佢嗰個市場競爭力唔係好大，因為肇慶咧就係得2間寶馬嘅啫，一間咧就係寶慶行，然後另外一間咧就係我哋而家呢間慶豐嘅寶馬，係啦。咁當然啦，你如果係想平嘅情況下咧，就最好係對標翻我哋廣佛嗰邊嘅一個寶馬，俾咗價錢你之後，再過嚟攞住價錢同肇慶呢邊去傾價，咁樣咧你會好傾好多嘅。冇錯，咁呢個咧亦都係自己買車嘅一個經歷以及心得去分享俾大家嚇。咁我哋自己呢台車買落嚟咧，3萬零蚊首期，咁月供係4000幾蚊就可以搞掂到啦。咁嗰陣時亦都講過，大家如果係想俾首期去買車咧，寶馬呢邊係做得到嘅，所以講要諮詢嘅情況下，亦都可以翻我哋灣基新潭呢邊，或者係直接過到嚟我哋依家呢個定位嘅位置啦，可以諮詢下呢邊嘅一個 sales 都係冇問題嘅。OK， 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第2 part 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哋依家先去翻揾翻 sales，然後上到3樓嘅位置去睇翻佢嘅驗車流程究竟係點樣嘅先。OK， 咁依家阿正咧已經同大家係上到咗3樓嘅平台，我哋去驗部車嘅。咁睇翻3樓咧，後面係好多啲車放咗喺度等人哋去收車嘅啫。先將鏡頭轉翻過嚟先。咁我哋買咗咧係台白色嘅車啦，因為覺得白色好睇啲啦。咁第二個顯大啲啊嘛，顯大氣啲，所以講就我太太係選擇咗白色嘅車嘅。咁嗱，佢依家喺裏面就試緊啲功能方面嘅嘢啦。咁包括咗光先，亦都試咗啲轉向燈啊，同埋啲閃光燈睇得唔得，都冇乜問題嘅。咁主要注意嘅嘢咧有好幾點嚇。咁依家正同大家睇睇。第一點，車胎可以睇到佢嘅一個出廠時間啊，呢度嗱，見唔見到2513，意思係25年嘅第13週去生產嘅，即係話25年嘅2月份左右啦。每條胎都可以睇到嘅。嗱，好似呢邊，過嚟揾揾先，睇先，嗱喺呢度25年嘅13週。咁呢個咧就係車胎信息佢生產嘅一個信息嚇。咁第二個咧就嗱，唔知大家睇唔睇得到？睇玻璃亦都可以睇到佢嘅出廠時間。嗱，呢個25前面有3個點，意思係25年嘅4月份。咁嗰陣先驗車嘅師傅就話咧係7減3，就係4月份去生產嘅玻璃。咁佢後面呢邊整排嘅玻璃都係咁樣25年嘅一個4月份生產嘅。咁呢邊咧前後玻璃同樣係有啲信息，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下呢個位置啦。係25年前面有4點，即係意思係25年嘅3月份去生產嘅。前後玻璃都係25年3月份。咁右手邊呢邊咧都同樣係25年嘅4月份嘅玻璃。咁下面咧會有一啲車胎嘅一個信息啦。咁基本上都全部可以睇到噶啦。咁呢個咧就係第2點，係睇我哋嘅一個車胎嘅。咁第3點睇邊度咧？嗱，我先睇睇呢度係有個名牌嘅，呢個應該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部分嚇。嗱，製造年月25年嘅5月份，咁亦都係最新嘅一個批次啦，就唔使擔心有庫存車方面嘅問題係嘛。咁仲有就第4點。比較多人會關注，嗰台新車翻嚟係用咗幾耐嘅一個公里數呢？嗱，我哋依家睇睇，應該係呢度嘅，顯示嘅公里數係點樣？上面嗱，見到呢個位置，唔知屏幕唔知顯示得清唔清啊？係顯示9公里嘅。咁正常嚟講，新車呢，其實基本上係30到50公里都係正常嘅。嗱，咁呢個咧就同大家分享咗4個驗車嘅一個注意點嚇。第一個咧就係玻璃睇佢嘅出廠時間啦，然後第二個咧就係睇我哋嘅輪胎，第3個咧就係睇佢嘅公里數，第4個睇佢嘅一個副駕呢邊嘅一個名牌嘅時間嘅。咁主要係呢4點。咁其實咧仲有一啲比較細節方面嘅問題啦，基本上每人都會驗嘅。咁好似呢啲
係污跡嚟嘅，就唔係刮痕啊嘛。咁好多人買車肯定都會驗驗佢有冇刮傷啦。咁呢點我哋剛先亦都試過啦，呢啲係乾淨嘅，所以講佢唔係刮痕嚇。咁包括咗我哋自己買嘅第一台車啦，當時就冇驗佢嘅冷氣啊。咁當時買嘅係 A3，冇驗冷氣。嗱，依家感覺到後面嘅冷氣係冇問題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睇睇車嘅細節咯。驗車基本上就係呢啲要注意嘅嘢啦。OK， 咁今期主要同大家咧係分享咗喺我哋肇慶呢邊買車佢嘅一個購車流程啊，以及我哋香港人買車係可以做按揭嘅。咁第三個咧就係分享咗我哋驗車呢一 part 嘅。咁啊，目前咧喺大陸買車咧，我覺得性價比真係非常高啦。隨住嗰個電車對市場嘅衝擊越嚟越大啦，各種嘅德系車啊同埋日系車嘅降價係嘛，咁降咗個價格咧，大概好似依家呢台車咧都係20零萬就可以搞掂到啦，性價比非常高嚇。咁然後咧就加上依家國家嘅補貼啦，呢台車買落嚟仲要補貼咗12000蚊嚇，所以講其實依家喺大陸買車咧真係非常嘅低成本嘅。OK， 如果係大家想買車嘅情況咧，亦都可以過到嚟呢邊去試駕一下啦。咁或者係聯繫到阿靜呢邊幫手去聯繫翻呢邊嘅 sales 咧，都係冇問題嘅。OK， 咁今期嘅分享就到呢度，持續關注我哋灣區星探，我哋下期再見，拜拜。